API 彈出嚟啲數據睇唔明，學識 JSON， 1分鐘幫你搞掂。JSON 全名係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， 係 REST API 最常用嘅格式。佢嘅好處係非常輕量，容易睇得明，電腦解釋起上嚟都好快。JSON 結構好簡單，大括號代表物件，中括號就代表陣列，數據係一對對咁出現，鍵要用雙引號，值就可以係字串或者數字。我哋用一部網絡路由器做例子，睇下 JSON 點樣表示。大括號開始，主機名係 Router 1，IP 地址係 192.168.1.1，裏邊仲可以有陣列，例如接口名 gig0/0，狀態係 up。同 XML 比較 ，XML 要用好多開關標籤。JSON 就簡潔好多啦。另外仲有 YAML， 佢用縮排代替大括號，對人類閱讀更加友善。考 CCNA 嗰陣，你要識得睇 JSON 結構，揾出鍵值對同嵌套關係，唔需要你寫曲，只要識得解讀 API 俾你嘅數據就過關啦。